贏525萬收唔足，澳彩被指輸打贏要。踢咗差唔多成個月嘅世界盃，有人歡喜有人愁，賭埋嚟緊嘅河西大戰，大家都可以埋單計下數啦。但喺澳門彩票落咗幾球嘢嘅港商黃生，條數就好難計咯。事緣喺上個月18號世盃上演3場分組賽，先係德國對塞爾維亞，跟住斯洛文尼亞對美國，黃生就勁啦。頭兩場好似八爪魚阿坡上身，買中亞洲盤同走地盤，180萬連本帶利，贏咗300幾個翻嚟。到第3場波 ，C 組呢場英格蘭對阿爾及利亞，我就投注阿爾及利亞受讓球半嘅，個賠率咧就2.25嘅，我就投注咗20萬。佢乘勝追擊，再掟80萬買走地盤，一路買就一路中，到完場連本帶利贏咗成180萬，戶口總派彩狂飆到近480萬，搞掂又中。佢之前買落嘅20萬亞洲盤又中埋，又收多45萬，埋單仲唔贏成525萬？英格蘭嗰場咧，我就買咗39條飛。嗱，佢而家咧就呢兩條10萬蚊咧就唔賠俾我啦。應該收翻25萬嘅，佢就賠咗5000蚊俾我咯，有24萬幾又冇賠到咯。原來澳彩有條好辣嘅條文㗎，就每日派彩連本金咧就只可以收翻500萬嘅啫。原來佢公司有條條文咧，就係由朝頭早8點到第二日嘅8點先為止一日嘅。澳彩話黃生嘅戶口當日已經贏咗近480萬，所以只會將餘額派到齊頭500萬，有多冇得賠。其實你公司有冇責任話，你應該去到嗰個數要提醒下我咧。我哋公司而家暫時咧就冇話呢條措施嘅，我哋員工唔會清楚客戶當日投注嗰啲飛係咪全部都會有派彩咯。咁可能有時電話投注部嗰啲員工會盡責任嘅話咧，可能佢哋都會順帶提一提客戶。嗰條條文喺網上揾，哇 click 完又 click，搞足8個步驟。吓，唔係啊，仲有8頁紙？哦，原來係呢幾行字。咁係咪我一場波投注500萬，咁我就永遠都中唔到嘅咧？輸我就會輸到噶嘛？啱唔啱啊，龍小姐？係啊，係啦嘛，係嘛？自爆喺賭台贏過億嘅立法會議員詹培忠就勸各位賭客，去得人哋度賭就要睇清楚人哋嘅規矩，唔係盞自己蝕底咋。